照行政院的调查报告，284件受难人数，大约有18000到28030人，其中有1度都是行人。从公司伫台北做报xã記者的蕭建文，受到强烈本人作起了刑求，险本人開創的大事。對公司政府的做法，佢還係當然留心肝表開來。没普通啦，冇普通，因为没普通都是就拿武器中去对抗嘛吼。眼快一种老中片，今年91歲的蕭建文對284件發生嘅公司情形，很幾多懂清楚。當時佢係記者，喺現場採訪記錄民眾對佢對方強硬嘅高唱，而想都冇想到國家今年嘅284件嘅影響，會對全台灣隔開來。抗議嘅人吼。就入去個廣播電台嘅，廣播電台嘅廣播以後，嘅市民特別嘅市民就集合來嘅，這樣就按動員啦。今日今年嘅3月初9早晨，特別是刑事警察毛峰去檢查蕭建文工作嘅太面部，馬界都冇講，除了蕭建文同其他同事帶轉派出所，3點就係。電機行業用刑被夾掉而講出報xã發行人難起嘅，此都冇希望冇人來上庭嘅蕭建文，還已經做好無名好轉貨嘅侵犯準備。白裝是來有命令，那個沒有經過這個裁判，這些犯人不能夠隨便這個槍殺，啊，所以我在。這個救了一條命啦！就算動好彩嚴賺一條命，唔過是蕭建文一世老態，沙認真參加烏鳳聯武後生嘅林正恒真係吐槽飛，喺今年過後拍攝恐怖數多衝殺，兩兄弟認真冇做好壓到政府嘅敏感問題，就是知道一死一傷嘅悲劇。對亞過後，蕭建文就24年都唔插針刺。我唔會恨，那個是法療的啦，我唔會恨咯。我命一向我一定處得的，我老台一定處得的。那茶具事件是一个导火线，可茶具事件是否一定会发生后来那么延续的228事件，那是不一定的。我们可以说，就结构上来讲，228事件可能会发生，茶具事件刚好是一个引爆点。可如果处理得好，可能它可以往后延迟，或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。到生產人員亦都有社會基礎人士，到大5嘅5戶同空工亦都有平頭八鄉，做新度一啲受難者名單杜空。或者因為基隆市政府後續處理唔得當，令造成台灣島今含有東南天平體的損害。就算廿多年政府見同基隆市做唔錯素材來費處理，唔過就像受難者同家條家屬強調嘅，一段歷史做定研究，唔過絕對做唔得再過發生。客家新聞嚟關於陳做，新北市報道。